刘翔，1983年7月13日出生于上海普陀区，13岁进入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。2000年，刘翔开始崭露头角。那个时候看那个古巴的加西亚拿了冠军嘛，13秒整，感觉挺快，很快。其实我从一练跨栏开始就没感觉自己要跑到13秒5里面，就是进了13秒5，每一次突破都给我带来每一次的惊喜，对和兴奋，所以说都是没想到，不太害怕比赛，不管你是谁是什么世界冠军或者世界纪录保持者，我从来不畏惧他们，我觉得输给你正常的，对，我的目标就是跟你来学习的，毕竟我现在还是抱着一种去拼他们的目标。2000年釜山亚运会冠军13秒27。2003年，奥地利室内田径赛60米栏7秒69获得了第3名。生命是一个过程，一种体验，期待破茧瞬间。2003年，在伯明翰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60米栏的比赛中，他跑出了7秒63的成绩。同样是在伯明翰2003年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60米栏的比赛中，他跑出了7秒54。用动热情点燃火焰，梦想此刻实现。第3次站在伯明翰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室内跑道上，他获得了第3名，成绩是7秒52。2003年黄金联赛挪威站，他取得了13秒51的成绩，获得了第5名。生命是一个过程，一种体验，期待破茧瞬间绽放灿烂。2003年黄金联赛瑞士洛桑站，他跑出了13秒17，获得了第3名。我在茫茫东海边，你在爱琴海边，轻轻完成蔚蓝。奥林匹克旗帜上写下新的。在2003年黄金联赛法国站的比赛中，刘翔获得了第7名。时光总会走远，回忆永不消减。同样是在2003年黄金联赛法国站的比赛中，他跑出了13秒22，获得了亚军。你在爱琴海边，轻轻化成蔚蓝。奥林匹克旗帜上写下新。2003年黄金联赛罗马站的比赛中，刘翔跑出了13秒20的好成绩，再次获得了亚军。2003年巴黎世界田径锦标赛，他跑出了13秒48，这个成绩是在预赛当中跑出的。在茫茫东海边，你在爱琴海边，轻轻化成蔚蓝。在2003年巴黎世界田径锦标赛决赛的跑道上，刘翔跑出了13秒23，获得了第3名。我在茫茫东海边，你在爱琴海边，轻轻化成蔚蓝。奥林匹克旗帜上写下新的一篇。2003年黄金联赛布鲁塞尔站，刘翔跑出了13秒11，获得了亚军。你在爱琴海边，轻轻化成蔚蓝。奥林匹克旗帜上写下新的一篇，新世纪世界之
2004年布达佩斯室内田径锦标赛60米栏的比赛中，刘翔跑出了7秒43，获得了亚军。2004年罗马田径大奖赛，刘翔的成绩是13秒09。同样在2004年罗马田径大奖赛的跑道上，刘翔跑出了13秒26。目前就不要受伤，好好的平淡一点练，把状态调到最高嘛，去搏一下。就可以，我觉得这过程就很值得回味的，对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努力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，你有这个好的状态，就是你比得不好，那是最可惜的。你除非你没有实力，你根本就想也不要想。是你有这个能力，就是能够搏一搏的，对，你就去好好的比，就把全身心的投入，要不你就不要去。对，当然我每一次比赛我都会有信心的。其实很多媒体都问过我，刘翔你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压力？我已经这个问题说过大概很多遍了。他说没有信心我怎么可能去呢？对，肯定要跟他们搏一搏。对，人生能有。再继续，终于落下休止符的那首歌，我听见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，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？Melody，脑海中的旋律转个不停，爱过你，有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。Melody， 无数动人音符在我生命，爱过你，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你。